伊中间的神知拢结果，亲像好的沙掠着所抢的米，伊吞食人的心魂，抢人的血宝米，互伊的中间的守寡人搁较侪。伊的祭司该写我的律法，亵渎我的圣所，无分别新的甲粗俗的，也无互人分别无清气的甲清气的。目睭无看我遮的安歇你，伊的贵族亲像豺狼。掠着所抢的米，害人流血，伤害人的性命，爱得到不义的钱，伊的身体亲像用火水甲伊浸白，看天下的异象，用白菜甲伊填补。主耶和华安尼讲。其实耶和华无听讲，国内的百姓是真恶气，阮的手人，我伫因中间找看有一人通来为想，伫我的面前为着这个徛伫我的所在，我无条要伊，总是。一个，所以我用我的痛恨拼伫伊的顶面，用我大受气的火灭伊，照伊所行的报应伫伊的头壳顶。这是主耶和华讲的。为后部教会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咱讲道的这个经文吼，是照新眼光读经。伫过去20几天，大家所读的是以西结书。以西结书呢是先知以西结对伫以色列人所发的预言，甲传达。上帝要对因讲的话，总是呢，咱安尼读20几章以来，拢咧甲骂啊，骂到不知影变啊，愈骂愈变啊吼。所以吼，我毋知大家安怎啦，读即种吼要讲道的时吼，是淡薄仔无好讲啊。就伫今仔日经文内面讲啊吼，因为。大家爱听的吼是好的啊，祝福啊吼，即个吼满出来，祝福满出来即种啊，哇！结果呢，这是要浇灭因吼。听咧吼，但爸仔心情啊无啥好吼，无好听啦吼。总是咱读圣经袂用哩，只有爱听好听的话啦。今仔日的即个经文内面，就安尼讲着啊，讲这先知啊，拢咧讲啊，主耶和华安尼讲，总是无安尼讲吼。因咧讲的就是啥？咱看头前甲前一个先知，其实毋是呢，差不多像是伊比耶利米小可较细汉一主啊尔啦吼。因两个时代是差不多共，总是耶利米应该小可年长淡薄啊。伫圣经内面，前一卷册就是耶利米书内面，耶利米特别讲起是伫以色列的先知拢讲啊，讲会平安啦，会和平啦，无代志啦，免着惊啦吼。哇，这个话，结果呢，哇，灭亡啊，吼，灭亡啊。这个话，以西结就是上主透过以西结来警告讲，毋是安尼啊，吼，毋是安尼。到底是安怎？过来，咱爱问吼，以西结，咱爱知哦，以西结即个先知，伊即卷册，伊吼所发的这个预言是伫倒落，毋是伫耶路撒冷哦，是伫巴比伦哦。伊是伫巴比伦，总是伫这20几章来，你看拢咧看，前一章搁咧讲耶路撒冷，
后一章搁咧骂以色列甲耶路撒冷北国甲南国两姊妹嘛，23章咱若有小可显者就知。奇怪，人已经移民去伫美国啊，哪会一直咧骂台湾啦？咱安尼想都毋是伊家己自愿要移民的啊，因为伊要安怎去巴比伦？即个情形咱爱知因是受掠去巴比伦。受掠去巴比伦了后，巴比伦即个王国、即个国王，佮甲耶路撒冷佮插一个翁仔做王来管理。所以呢，伫头前20章的时，咱会当看到伊这个长老就来问讲已经几冬过啊，5冬7冬过啊，安尼咱敢会当转去啊啦伊无讲遮明啦，就讲拜托咧，先伫帮咱求问耶和华一个啦，问看觅啦因想要听啥？想要听讲平安平安，福气福气啦祝福啦准备要转去厝呢啊结果毋是，耶和华佮甲变一轮无，恁拢袂记哩，恁犹原咧行歹所以伊伫巴比伦佮对耶路撒冷发预言，原因是啥？因为留伫耶路撒冷的遮以色列人继续咧行歹代已经灭亡王国已经灭亡这用华语来读较趣味，王国已经亡国王国已经灭亡结果耶原咧行歹代，就是毋惊啦。哇，哪会安尼？所以呢，这耶我受气上主受气所以先知决策咱咧看，我就用一张图来甲大家讲为什么？这就大概像安尼啦看有无禁止汽车入去遮一台车偏落看到无？遮一台车偏落我看这张图就是我就用这张图做比喻啦。差不多就是安尼啦，看到有牌甲你讲禁止袂用入去路上洗掉要安尼一路安尼趟落我看咧一开始是爱笑啦，过来我笑袂出来，因为我就想着我家己我想着我这个人足爱骑倒摆甲赛车去世界安尼踅结婚了后较无机会以前是足爱安尼踅。我就想着讲我若是看地图看才有一条路安尼去路较细条，我心内嘛想讲there's a shortcut，这是一条较近的路，我要弄入去而且我就想着我家己，正是伊若无插这支牌我可能阁袂使，我可能看路细条我会惊。伊插这支牌我心内就开始想，明明就有路我技术有够我就来甲试看觅我就想着我家己，我就是即种性我甲大家坦白讲但即摆袂即摆我特别讲娶某生囝了后会顾虑着若要刹车是我一个人落去刹所以无法度，即摆会较小心总是以色列人咱看头前的这个种为什么头前耶和华咧较骂时为出埃及开始讲就是甲讲已经透过摩西、透过先知，几下先知甲恁警告插几啊支牌毋是一支牌讲禁止入来，几啊支牌摇完塞入去，就冰车嘛。差不多就是这个道理，我做这个譬喻啦。所以对先知对以色列人咧讲的，就是安尼。只是总是咱嘛爱讲，这有的人看这个先知书，我以前的经验拄着有信徒的安尼，看到先知书安尼咱是读了咧足艰苦心，有的人是读了嘛是足热心，但是迄个热心的方向敢怪怪。牧师讲了真好呢，我甲你讲阮教会迄个猫咪人就是安尼，阮教会猫咪技术就是安尼，阮教会猫咪长老就是安尼。哎哟，伊应当来看先知书啦。这会有灾祸呢。我伫遮特别甲大家讲这咱首先爱检讨、爱要求的是对伫家己
这是今仔日的信息，我要甲大家分享第一个重点。咱看这圣经上重要，头解要紧第一项，咱爱想到的就是头到咱着爱要求家己啦。我阁讲一个譬如，我的故乡台中30几年前，我一个同学，因妈妈是五车的人啦。迄个时阵台中港嘛我五车遐个路伊一工载我去遐佚佗，我就看讲，你遮路拢足大通呢，路拢足宽足直的呢，安尼车会当驶了足紧的因妈妈就笑笑。后来我搁安尼讲的时，我迄阵足细汉，伊就甲我讲一个故事。伊讲以前吴佩雄还未做内政部长，但是就是一个官啦省政府的官员，敢若省主席个啥，去五车视察，就伫五车，结果一个朋友甲招待。招待呢阴暗时大家啉茶啦就足暗嘛，讲无要紧啦，别讲我送你转去啦，好上车驶车，开始驶愈紧70、80头前一个红灯，嗖一下就甲油门站咧就过。第二个红灯80几，嗖一下油门站咧嘛过。第三个红灯90手一下嘛是过啊。第四个灯这时是青灯，我要坐伫边仔安尼手抓按，想讲哇好啊要过啊，结果急动，猫咪兄。这毋是车灯吗？哪会着挡？你哪会挡甲遮凶啦？你讲你毋知啦，阮五车有一寡足侥幸夭寿的人会冲红灯呢。拄则是，我听我嘛足感慨，但是咱基督徒是毋是时常安尼啊？家己安尼爽安尼红灯一直过迄个拢咧检讨别人，哎呀，有迄种该死的冲红灯哎哟侥幸咱家己咧，在先爱要求家己，在先爱要求家己，莫阁超速，莫阁冲红灯啊！若要来要求别人，迄是足恐怖的啊！这本册若摕来要求别人，迄足恐怖，足恐怖的。信仰若是信甲安尼，有足济当要求别人，会足济会当来乞求别人啊。若安尼信甲安尼，会足恐怖的。这就是耶稣伫福音书内面一直甲一群人起冲突，就是迄群人就是安尼，摕律法来要求别人，各种的要求。咱信仰袂用信甲安尼，首先要要求家己。莫伫教会内面做地鼓啊！教会内面若是出几支地鼓，就足麻烦的。什么是地鼓？知无？来手来，安尼，一支手安尼，安尼知无？安尼知无？一直吐啊！一直迄足烧的烧水一直共倒啊！你着安怎？你着安怎我甲你讲啊，咱做地杯啊！咱做地杯啊接无2滴水就挡袂牢啊啦！咱这塑胶杯啊尔啦，养伊啊啦，无破伊啊啦，首先要求家己啊，莫做地鼓啊，咱若是安尼摕咧安尼共定，足济当定的呢，这会当提供足济共定的呢。讲来，咱来照圣经来来拼。有食卤肉饭无？袂用食猪肉呢。我穿这嘛袂用穿呢，不能穿混纺的，不能穿2种材质的衣服啊，这有来弄啊，棉甲来弄啊，袂使穿我是足想要烫的，大箍人惊做。即马毋是讲莫守律法。是讲咱即马读到，首先爱安怎要求的，毋是别人，是家己。我有安尼做无？我有伫基督的恩典内面来疼惜别人无？我有尊叹即个道理无？即马咱的社会，咱的政治，
有足侪足歹的例，就是安尼发生代志，先指责对方，先指责别个党派，所以拢是结党无法度讨论嘛，无法度讨论嘛。啊，你就是别党的，所以你会安尼骂。啊，你就是安尼吼，啊，所以甲台湾社会舞到遮歹，毋是。咱做一个有信用的人，吼，袂用学习即种模范，吼。即马在位的足侪拢安尼做，但是咱袂用安尼做。咱伫基督的厅堂内面，首先爱要求的是家己。即个道理真深刻。总是呢，这嘛是耶稣一直咧讲的，吼。哪会着看到你的兄弟吼，即个目睭内面又要查，结果呢，无看到家己的目睭内面有用啊查安尼吼，遮大滴遮大，吼。这 AI 话啦，这话较恐怖，啪安尼吼。以前他感觉讲哪有可能，哪有可能？啊是啊，这着人的线啊，就哪像我第一个譬如共款啊。看到牌仔插咧，嘛无，若无插迄个牌仔，佫还好。我可能看螺丝条无通入去，看到牌仔，我愈要驶入去吼，人的线。嘿，所以啊，免笑别人，吼，免要求别人，在先要求家己。吼，佫来，你讲，哎呀，这一切吼，红白甲安尼啊，拜假神啊，啥吼，这是大的失策，这是足歹足歹的哈。啊，我无。我拢有来教会，我拢有好好读新眼光、读经，我拢有好好来主日来聚会，我无。小心，咱的确是爱知吼。首先，咱来要求家己是看讲咱有即个骄傲的失策无，而且伊即个失策，即个拜拜即项代志，为虾米互骂甲遮厉害？咱刚知影，遮以色列王咧进行的即个宗教，迦南地宗教是虾米情形啊？哈，咱来看吼，我着举这内面一个例，遐有一个所在，倒伫耶路撒冷城的南边面，叫新人溪谷啦，吼。啊，这个谷啊，又被叫做子谷，在翻译里面，有的叫新嫩子谷，有的翻新嫩河谷。伫倒落呢，来耶路撒冷城的南边面即抓啦，新嫩是即个山谷啦，你若看袂真，圣经最后324最后一页，你为后面看，遮南边面，遮即个溪谷。就是23章，伫以西结书23章，伊设一个譬如咧骂一对姊妹啊，佮讲，甲献即对姊妹啊，甲献即个甲伊生的囝，互火烧，啥物意思？这就是咧讲迦南人的宗教，而且。以色列人伫耶路撒冷城的时安尼做啦，以西结书23章后一章39节，伊讲即句，讲因胎囝献互偶像，伫迄日佫入我的圣所，甲亵渎即个圣所，这是咧讲啥物代志？是迦南人真正伫迄个山谷内面设一个祭坛，啊献人做祭。毋若是献人做祭，是甲红鞋啊囥去火面顶烧啊！列王记下卷23章，这毋是凊彩讲，考古学家安尼看有，而且是圣经内面嘛列王记下卷，约瑟啊破坏迄个山谷内面的土匪的庙，迄个偶像拜偶像的庙，这安怎免人伫遐烧因的囝查某囝献互摩洛？献互假神啊！这足恶相的呢。因伫新伦子山谷起土匪敌的山头坛，烧因的囝儿献做祭。这是耶利米书第7章，上帝透过耶利米来甲因警告。上帝讲：我毋捌命令因做即款代志啊，连想都毋捌想过。莫讲上帝想都毋捌想过，我嘛毋捌想过。哪有人遮尔啊残忍？哪有人会当遮尔啊歹、遮尔啊可恶，甲家己的
家己的囝小气，伫其他的所在所记录的是，我就无可能迄伤残忍即种经文，我无爱佫拢总列出来啦。犹太的遮的王，甲家己的囡仔摕去烧啊！因的拜拜是咧即种拜拜啊，所以你看，上帝看这足可恶啊！这毋是可恶尔，邪恶啊！伫新约的时代，所以为什么叫子骨啊？囡仔伫遐互烧的声，介恐怖，介残忍。希伯来文内面即个字叫迄个所在叫热显啊。我甲大家讲，热显啊，即个字是啥物意思？后来就用来做地狱，就是为即个字，为即个所在来。因为迄敢若地狱，这是一个地狱的一个情形啊。烧囡仔献做祭，即敢若地狱共款啊。马太福音，耶稣讲：哎呀，莫惊迄种吼，会当伤害身体、毒迄个会灭灵魂甲身躯伫地狱的，较着惊，就是讲这。你讲灭个伫地狱，安尼敢是伫即个山谷？我要甲你讲的，就是即个字啊，即个所在恐怖到一个程度。后来希伯来人讲地狱，就是用即个字啦。热显啊，就是即个字。你看偌恐怖！我伫遮毋是咧甲大家兄，我伫遮是咧甲大家解说，咧甲大家解说，为什么先知安尼？哇！要我透过先知安尼，甲以色列人骂甲安尼，是偌可恶呢？迦南人的宗教，无怪上主会讲，即号人爱为即个地面顶，互剿灭征途啊！无怪上主会一直甲以色列人讲，莫对咧去拜拜啊，莫去随从因啊，而且伊就做足济足邪恶的代志，伫头前读足济啊，淫乱啊，伫庙内面啊，伫庙内面就淫乱啊，设这个基路啦，这都是因的敬拜啊，啊遐邪恶的代志，老师伫遮莫去讲啊，伤歹啊，总是，我就爱讲。最重要的是，遮尔啊歹，遮尔啊可恶，上帝是愿意原谅的。今仔日的经文根据，伊要找看有一个人通来围墙，伫我面前为着即个国徛伫破徛的所在，安尼伊就无要剿灭因。会记得亚伯拉罕的迄个故事无？上帝来甲亚伯拉罕讲。要剿灭索多玛跟蛾摩拉，结果也要喊甲伊讨价还价，甲讲价啊，讲有一个人无，有一个义人无，结果一个人拢无啦。即句嘛是一个人拢无，咱看到就是啊，即个城足歹。但是另外一方面，望咱爱知就是足重要。就按算是安尼啦，遮歹的情形。总是，若是有一个人来到围墙，徛伫迄个破徛的所在，上帝是愿意施行恩典来原谅的。上帝是有大的恩典的，是愿意的来原谅。都按算遮歹嘛是会使。所以这伫新约时代来讲的，耶稣是基督所显明的，就是安尼。上帝愿意来原谅，甚至甲愿意互伊的独生囝来到世间来完成这个救赎，来到这个世间，互外邦的外邦啦，咱就是外邦的外邦，咱这号人嘛会当得到救啊！阿门，感谢主，咱嘛会当得到救，这是偌尔啊大的恩典。上帝是安怎？随时准备好要来原谅的上主。伫18章内面，头前啊18章，要我讲，人的死我就无欢喜伊死啊，恁着回头来得着我。随望安尼哦灭亡，随望安尼往要刑罚，总是伫即卷册内面不断咧强调的，就是啊，主毋是。这个上主毋是定义讲要甲遮个人杀了了，伊偌欢喜。上主是偌尔啊大，偌尔啊有疼痛的上帝，伊无欢喜安尼，伊是愿意大家回头悔改来找救
上帝来行正道，来得着我。伫咱失错的时，上帝就准备好势要甲咱原谅。所以咱爱找求的是回头来得着我，愿意悔改来改变行为。而且咱爱想的是，什么是徛伫破徛的所在？伫危难的有需要的所在，就是破徛的所在。伫做毋对的，伫做毋对的代志面顶，爱来互改变，就是破徛的所在。伫有需要的所在，就是破徛的所在。即几日咱有看到？咱问家己爱做啥物？安尼实际上到底是做啥物？即几日咱看到的，就是安尼。咱就是应当爱，咱就是爱行公平、甲正义，行公平甲义理啊！这嘛是以色列书内面18章头前，人若公义、行公平甲义理，伊的确会活，袂死。这就是上帝的教示。行公义的代志，做出公义的代志，就是伫破口面顶，伫破徛的所在，来帮助这个城，来帮助这个社区，帮助这个教会，帮助这个国家，帮助这个所在的百姓。即几日啊，东海岸，阿密斯的所在，法达岸部落，哇！水灾啊，迄毋是水灾尔，迄是落瓜梅，迄才是麻烦啦。嘿，前两日民视的记者一个姓黄的讲，咧采访的时，无小心踏入去，骹拔袂起来呢。嘿，迄落瓜梅足危险的，而且即几日是上紧急的时阵，为虾米？因为咱土打得愈歹挖啊，愈歹清啊，总是即几日。拜六拜日，哇！足侪人家己安尼土啊安尼歹咧，雨会清咧，家己志愿去到迄个所在，正平即向道是光复车站，因为即边的即个灾祸，即个受灾的所在，甲前几冬的迄种风台做风台的是足无共的。上严重的所在，第一，铁路有通。第二，上严重的所在，为车头行10分钟就到，所以足侪人热心去斗相共。真是伫山顶嘛，真伫山顶啊吼！啊，伫山顶可能你安尼爱塞车啥，路就长啊，就无法度入去啊。即马是迄个物资啊啥要入去，爱迄货车啥，货车193县道拢咧塞车，反倒是铁路是通的足侪人义工入去。义务来帮忙，有会的、少年的拢去，这就是徛伫破徛的所在，这就是徛伫破徛的所在，所行的就是公义啊！这个人有需要，莫问讲啊，因有信耶稣无？有信耶稣我才来帮忙啊，因就是有需要，咱嘛莫问讲。这义工足侪是组织的因拜偶像这咱问家己，咱做啥？咱问家己，上帝有欢喜这个行为无？在先问安尼，我拄则讲啊，这咧讲拜偶像咧讲以色列人拜偶像，因的宗教是足恐怖、足可怕。人若咧做好行为。咱若去到即个所在，莫着做地鼓，一直讲你拜偶像，去拜，先问家己做了啥？这才是行出疼痛，行出公义，行出有公平甲义理。安尼，咱会当得着我，这是上帝所应允的。感谢主，咱三脚头祈祷。亲爱的主上帝，感谢你，满有稳定甲疼痛。你的稳定自过去甲当，拢到阮伫地。阮嘛相信伫未来嘛会甲阮伫地。愿望你的疼痛伫阮内面发动，愿望你的圣神的慈悲伫阮内面发动，
愿望你圣神的智慧伫阮内面发动，互阮着看见家己的失错，着愿意悔改来就近你。阮相信，就若像你所启示的圣经内面所记载的，阮安尼行，就会当得着活。即个活命生命是阮所愿望的，愿望你赏赐互阮，阮相信，阮会当得着。阮的祈祷奉主耶稣的名。